以弗所书第1章15节到23节。15节，因为安尼，我一个听到恁对主耶稣有信心，对所有的信徒有疼心，就为着恁不时地感谢上帝。我伫基督中孝念恁，祈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荣耀的天父，赐圣神，互恁有智慧甲启示，通认捌伊。我恳求上帝开恁的心眼，互恁通知伊选召恁来得到的愿望是甚物。伊对伊的信徒所应允的祝福，偌尔丰富。伫咱信伊的人中间得运行的权能，偌尔大。伊有运用即个气力，互基督对死人中搁活，搁互基督伫天顶坐伫伊家己的正边，伫遐超越所有的统领者、掌权者、权力者、主政者，以及一切现在甲将来会当称呼的含头。上帝互万有拢屈服伫基督的骹下，互伊做教会的元首，统治万有。教会是基督的身躯，是充满万有的基督所完全充满的。